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真侪囡仔爱看戏，看到半《西游记》，心善孙悟空拍车轮就用要飞108000里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悟，孙悟空的悟。这个悟就明白角色意思，咱讲觉悟、晓悟、体悟、生悟、悟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觉悟，代表角色，也佫有生悟、明白的意思。第二个词，大家可能较罕咧看，也毋过较接讲台语的人，常常拢会讲到。咱新闻不三时嘛会讲，这个词就是无义悟，代表料想袂到、想袂到，咱嘛会当讲是无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无论我安怎甲伊考劝，伊就是袂觉悟，认为讲伊拄到新恋情。无义悟，银行柜台人员一个甲伊点堵，伊随知觉到伊拄到变线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悟提供互大家参考。